大家好，歡迎各位嚟到品頻道。我每日都會陪伴各位。人老咗同子女關係幾好，都有明白烏鴉定律，先可以避免晚年唔興。好多人都唔知道莫言話，人又有翻篇嘅能力，史前難打，只會畫地為牢。呢個世界冇真正快樂嘅人，只有諗得開嘅人，又永遠相信所有山窮水盡都藏住峰回路轉，就算滿地雞毛，都有搓出一把雞毛滷子。依賴任何人都等於慢慢毀咗自己。各位一定要明白，大樹底下冇大坐，能夠為你遮風擋雨，同樣都會令你見唔到陽光。每個人都有為自己認知，埋單自己，唔覺悟其他人，又點樣幫得到自己？若然醒悟，又何須他人去獨認知？唔喺同一個層次，就冇必要互相征服。成年人嘅世界只會篩選，唔會教育，只會選擇，唔會改變。新年月面有一隻烏鴉想斑烏，因為呢，佢比其他小動物孤劣敗家，同佢講，你唔改變自己，搬去邊度都冇用。呢個就係烏鴉定律。人生痛苦嘅時候，需要改變嘅唔係其他人，而係自己。人老咗同子女關係幾好都好，嚟任其他人監嚟都好，輸到改變其他人監嚟都好，改變其他人監係都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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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嚟都好，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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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都都有明白烏鴉定律，先可以避免晚年唔行。第一，遠離烏鴉嘴，日子致人安寧舒心。成日都聽到一句說話，我行過嘅橋比你行過嘅路仲多，我食過嘅鹽比你食過嘅飯仲多。記得以前聽過一個笑話，如果你係一個啞巴，想有一把剪刀，你會點樣表達？用手勢比劃。如果你係一個盲人，想有一把架仔呢？咁我就用手比劃話仔嘅樣。跟住有人問，你係盲人，又唔係啞巴，點解唔直接開口講呢？但又有人問，你係嗰個盲人咩？你又唔係佢，點可以用自己嘅想法去預測佢生活入面？我哋好容易跌入經驗主義嘅誤區呢。總固化思維通常就係年紀大咗之後，仲用過時嘅所謂經驗去指點子女，甚至其他人嘅人生同生活。父母之愛唔應該係控制同強揸自己嘅想法，愛係恒久忍耐，愛係唔自誇唔張狂，凡事包容，凡事相信，凡事盼望，凡事忍耐。年紀愈大就愈應該明白，關係越面多啲愛，少啲經驗主義。老人同子女之間嘅關係先會更加和諧。人老咗唔好多管閒事，管好自己，把時間花喺自己身上。亂講說話只會令人討厭，令人覺得你好吵，倚老賣老。老咗閒落嚟就有了解自己，管好自己，心中裝住山川大河，知道星空浩瀚，大地遼闊，幸福自然會嚟。第二，唔好淨係睇烏鴉謀嘅熱鬧，手惹是非。小捨得遇面嘅蔡菊英知道老伴難見龍嘅親壞孫女考咗全班委一中，俾自己嘅親壞孫搶咗班長個位。佢去接親壞孫放學嗰陣，忍唔住一副得意洋洋嘅樣，去挑釁難見龍嘅前妻趙娜，搞到趙娜非常唔滿，當眾鬧佢，鬧得好難聽令，佢都好鬧。返到屋企之後，同難見龍發牢騷，差啲將兩個女兒鬧矛盾嘅事都講咗出嚟。蔡巨英曾兒都想爭一口氣，但呢種中意睇熱鬧嘅性格，最後只會令自己都捲埋入去，
一啲好處都冇。人老咗就應該明白，助人得饒人處且饒人，唔好見到人哋一時私意就巴不得人哋難堪，背後講風涼話，曾日幸災樂禍，唯恐天下不亂。其實人老咗已經唔似後生嗰陣咁，翳得一陣風一場雨都可能令自己應付唔嚟，講說話做事情又好到善良，唔好先存惡意，眾鐵之間埋下禍根。人老咗唔好睇，人熱鬧唔好惹是非，低調啲，留返啲空間俾彼此，唔好再令日子充滿可約位。同人相處留有餘地，就係留返體面同退路俾自己。第三，學習烏鴉，新懂得感恩。本草綱目前部記載，此鳥粗生無寶，露實日長則反哺露實日。烏鴉全身漆黑，外貌唔討好，因為好多人覺得佢唔吉利，所以一字都唔受歡迎。但佢哋卻擁有一種真正值得人類稱讚嘅美德，就係感恩相傳。烏鴉喺母親撫養長大之後，當母親年老體弱，唔能夠鬥食，又或者雙眼失明飛唔動嘅時候，子女就會視為實惠鹹飯菜，一口一口為母親報答養育之恩，而且從來唔會厭煩，直到老烏鴉臨終就食唔落嘢為止。呢個就係人哋情日講嘅烏鴉反哺，亦都話俾我哋知一個深刻嘅人生道理，就係助人又懂得感恩。感恩唔分年齡，唔論係後生對老人，定係老人對後生都一樣重要。聖者曾經講過，一個有感恩之心嘅人，佢就擁有一切；一個冇感恩之心嘅人，佢就一無所有。人老咗，唔好將子女孝順當成理所當然，而唔好覺得係天經地義。因為如果子女孝順，你太強硬嘅態度只會令佢哋唔開心；如果子女唔夠孝順，你又會傷心難過，愈諗愈委屈，心情唔好，面色唔好，只會成惡性循環。其實愈懂得感恩嘅人，福氣愈深厚，福報愈大。其實世上除咗極少數例外，冇乜父母會唔愛自己嘅孩子，而大部分子女都係孝順嘅，內心都希望父母年紀大咗可以有一個幸福嘅晚年。佢哋都希望父母年紀大咗好好保重身體，唔好再為自己操心，每日都有好心情，有好身體，就算自己喺外面努力打拼，好忙，冇辦法誠意返屋企探望，但心入面始終都會掛住父母。之所以有啲人年紀大咗，同子女關係鬧得好僵，其實一個巴掌拍唔響，依家後生壓力都好大。作為老人，有體諒同理解佢哋，因為時代唔同咗，佢哋承受嘅精神壓力，老人未必理解得到。最好嘅做法就係少講少問，多理解多支持，兒孫自有，兒孫服後生嘅人生就放手俾佢哋自己去經營。人老咗學識烏鴉定律，管好自己就乜都好。接落嚟分享嘅係佢58歲，兒子出軌，佢將兒子趕咗出去奸污，避咗兒子，自己同兒子一齊生活。張少58歲，兒子一家同佢一齊住，依家住嘅單位係兒子結婚嗰陣買嘅複式住宅，佢住樓上，兒子一家住樓下呢。一日兒時帶住3個小朋友去上興趣班，順便返娘家住一晚，因為小朋友嘅外公外婆掛住佢哋。張少見3個寶貝唔喺度，心裏空落落，於是上樓想瞓一陣。啱啱瞓低冇幾耐，個仔孫偉輕聲話：媽，你瞓住咗未？佢有啲奇怪，個仔唔係返咗公司咩？幾時返嚟個？佢唯有起身坐到窗前，戴反眼鏡話：仲未瞓，你幾時返嚟喂？孫偉推門入嚟，後面跟住一個女人着得好精緻，雙手放喺道上，
張秀皺起眉頭話：小偉你想作乜啊？個唔係小玲咩？佢嚟屋企做乜？葉子知唔知道？孫偉低低頭話：媽，小玲有咗差唔多2個月，個 BB 係我嘅。張秀望住小玲話：葉子係你表姐，你咁樣做對得住佢咩？雖然你幫佢照顧咗1年幾小朋友，但係佢俾錢你讀書，俾你學一門手藝，將來可以做份好工，你就係咁樣報答佢。小玲低住頭話：媽，我唔係有心，我真係中意孫哥，佢都中意，我感情嘅事我哋都冇辦法。媽你放心，我以後一定會好好照顧姐姐，嗰3個小朋友唔會俾佢哋受半點委屈。張秀沉住塊面話：唔好，你千祈唔好教我媽，我可唔敢有你呢種白眼狼做仔女。孫偉有啲唔好意思咁話：媽，全部都係我錯，你又鬧就鬧我小玲，而家有咗，佢本身都驚你，怪佢，你就唔好再嚇佢啦。張秀對孫偉非常失望，望住佢話：你帶佢嚟見我，想做乜？孫偉話：離婚。佢望住小玲，見佢低住頭，一臉嬌笑，隻手輕輕摸住自己個肚，佢伸手輕輕拖住佢隻手話：媽，我知道對唔住葉子，但我唔可以辜負小玲，我想同佢結婚。張秀嬲到不得了，諗起自己2個孫同1個孫女，佢哋先得3歲，咁可愛，點可以冇一個完整嘅家？佢合一合眼話：孫偉，你同葉子咁多年感情，仲有3個小朋友，你全部都唔在乎咩？孫偉感覺到握住嗰隻小手有啲發抖，對住小玲笑笑話：放心，我唔會放棄你，唔會俾你同個 BB 冇屋企。張秀見到佢哋咁樣，更加嬲，佢突然覺得葉子做錯咗，唔應該可憐呢個女人，俾佢嚟屋企做保姆照顧小朋友。可是而家講呢啲都冇意思咧，個女人一睇就比葉子手段高，表面睇落清純無害，實際就好似一條藤咁，死死纏住自己睇中嘅男人。張秀30歲嗰陣，老公遇上意外，由嗰陣開始一個人湊大個仔，乜嘢事未見過未聽過，可惜佢點都估唔到個仔竟然咁蠢，親手毀咗自己本來好好嘅日子。孫偉話：媽，小玲係個好女仔，佢又冇葉子咁能幹，如果冇咗我，佢同個 BB 冇辦法生活。媽，日子唔同，佢有能力有見識，就算冇我，佢都可以過得好好。仲未等張秀開口，一把聲突然傳入嚟：所以你就有同我離婚，佢保護佢。見到門口嘅葉子，幾個人都愣住咗，佢身邊仲企住3個小朋友，2個男仔1個女仔，個個都一臉嚴肅望住佢哋。孫偉成驚咁望住佢話：你唔係去咗培訓中心咩？點解突然返嚟？葉子冷冷淡淡咁話：呢度係我屋企，我想幾時返嚟就幾時返嚟，仲有同你交代。張少慈起身行出門口，抱起細孫女怡雲話：雲雲點解返咗嚟啊？飲唔飲水喎？雲雲乖乖搖頭喎。老師病咗，請咗假，媽媽返嚟拎嘢。張秀坐喺客廳梳化喎，大家都坐低啦。葉子坐喺佢身邊，一塵同一風靠住佢。孫偉帶住小玲坐喺另一邊，氣氛好尷尬，邊個都冇出聲。小玲突然起身，跪喺張秀同葉子面前話：姐，對唔住，全部都係我錯，但我都冇辦法。你都知道感情嘅事好難控制，我真係中意孫哥。講住講住，佢烏烏煙煙喊起上嚟，好似受咗好大委屈咁。張秀見到佢咁，更加覺得唔舒服。3個小朋友都睜大眼望住佢。依韻突然話：嫲嫲，佢肚裏面有小 BB 咩？點解佢有喊呀？張秀唔知點答。葉子話：係呀，有小 BB。跟住又話：一齊帶細佬同微微去玩一陣，
媽媽處委你哋，我哋處委外婆。依陳點點頭，拖住一封同二雲返咗房。葉子話：小玲以後唔好再教我姐啦，我哋本身都只係遠房表姊妹，其實冇乜關係。小玲塊面即刻敗勢，佢冇諗過葉子會咁講。本來佢以為葉子會嬲到同佢動手，咁佢就可以扮啲啲，等孫慧先痛佢。可係而家佢反而唔知點做好。葉子見佢咁忍唔住笑咗，笑話：此身啊，唔好再演啦，宮鬥劇而家真係好多，你係咪睇得太多，語氣太新啊？佢望住孫慧話：你哋幾時開始一齊烏都買俾佢啦？你打算點做？孫慧見到佢面無表情，心情好複雜，又有啲嬲。佢呢個態度係咩意思？咁極住同佢離婚。小玲輕輕叫咗一聲，可能跪得賴，腳痛。孫偉瞪咗葉子燕，行過去扶持小玲話：快啲起身，你跪咗咁賴，肚裏面個 BB 點受得住？小玲慢慢起身，小心翼翼坐返喺佢身邊，怯生生咁望住葉子。葉子有啲煩，實在唔想再睇佢哋咁樣。佢起身話：培訓中心係我嘅。你一直都冇理過乜嘢事，其他亦冇乜共同財產，3個小朋友跟我，你等我發離婚協議俾你。佢望住張秀話：媽，我帶小朋友返娘家住幾日，我媽病咗，我返去照顧下佢。張少拉住佢話：唔使接，坐低，我仲有嘢有講。葉子俾佢拉返坐低。張秀望住孫偉話：孫偉，你真係又為咗呢個女人離婚？孫偉皺住眉話：媽，小玲有咗，我唔對佢負責，你教佢以後點生活？張秀望住小玲話：小玲一睇你就知係個聰明女，如果你願意打掉呢個 BB， 我可以補償你10萬。你離開呢度，返鄉下開間小店，以後好好過自己嘅日子，你覺得點？小玲瞪大雙眼，一臉驚慌，話：媽，求求你俾我留低呢個 BB 啦，呢個係我第一個小朋友，我唔可以唔要佢。嗚！張秀冇理佢，話：小玲、孫偉同葉子由大學到而家咁多年，感情都可以離婚，你覺得你同佢一齊真係可以長久，可以幸福咩？孫偉好尷尬，佢冇諗過自己親媽會咁講。連忙話：媽，你唔好咁喎，我都冇諗住傷害葉子，但而家已經去到呢一步，我總唔可以傷害兩個女人。張少合埋雙眼，見到孫慧個樣就知道佢一心又離婚，同小玲一齊，佢真係好難過。個仔竟然真係變成咗一個渣男，佢唔知應該點樣向個先報同3個小朋友交代。佢憤怒加握緊拳頭話：孫慧，如果你真係有離婚，咁你搬出去啦，我同葉子仲有3個細路一齊生活。孫偉話：媽，你咩意思？你又趕我走？但小玲到月面個細路都係你個孫啊！張少冷笑一聲，話：我有2陳3兄妹，就夠佢哋先係我嘅孫仔孫女，其他我唔需要。佢又話：自然你自己做出呢啲醜事，又同呢個冇身冇肺嘅女人一齊，咁就離開屋企啦。想過咩日子啊？隨便你哋2個自己嘅存款我唔理，不過我名下呢層樓同埋培訓中心嗰幾層樓都俾葉子2陳3兄妹一人1層，剩低嗰2層我留返養老。葉子冇諗到佢會咁講，媽，你唔使咁，我養得起3個細路。張素拉住佢隻手話：葉子，聽媽講，媽想同你同啲細路一齊生活。孫偉難以置信，話：媽，咁我呢？我住邊？我以後點算？張秀望咗佢一眼，話：葉子唔係講咗咩？你都買咗層樓俾佢，仲唔夠你哋住？再講你哋自己去做嘢啦，都咁大個人，仲養唔起自己，仲想我呢個老婆婆養你哋咩？小玲冇諗到會變成咁，佢原本以為最多都係離婚嗰陣分多啲俾葉子，屋企有幾層收租樓，
仲有咁大個官位，啲錢本來人可以點使都得，點知而家竟然全部俾細葉子同佢啲細路，咁佢點算？佢忍唔住眼淚不停流落嚟，抽斥住話：媽，我知道自己錯咗，你有怪就怪我，唔好怪孫哥，佢始終係你親生仔啊！媽，孫哥同我講過，爸好早就過身，你哋母子相依為命咁多年，唔好因為我影響你哋感情嘛。孫哥身體唔好，你都唔好嬲，又保重身體。葉子真係好想笑，冇諗到小玲咁識講說話，佢分明係想話俾家婆聽，孫偉先係佢親生仔，唔應該將啲樓俾壞人，不得不承認，真係好厲害。對小玲嚟講，同孫偉結婚就係一步登天，可以喺大程氏升學，就算自己唔使做嘢，都有好多錢使，彼此留喺村月面，真係天淵之別。難怪佢可以背叛一直幫自己嘅表姐。此處葉子恨佢，亦都恨自己，唔應該因為可憐佢就教佢嚟幫手湊細路。認識咗孫偉之後，仲唔知羞恥同佢一齊。不過再諗深一層，佢又釋懷咗。孫偉可以因為小玲背叛佢，就算冇小玲，都會有其他人，可能係小玉，又或者小傑，邊個知道呢？佢本來想同家婆講唔使，但見到小玲呢副模樣，突然覺得先月面好痛快，笑住話：媽，多謝你，我同啲細路以後就靠你揦馬。張秀見佢咁，忍唔住笑咗出嚟。好耐冇見過佢，咁鬼馬諗反起，佢哋啱啱結婚嗰陣，葉子都係一個愛笑又有啲怕醜嘅女仔。後來自己生咗細路，又有照顧細路，又有打理培訓中心，慢慢變得越嚟越堅強。張少有啲難過，又諗起當年孫偉爸爸仲喺度嗰陣，自己唔使理咁多，佢負責錢佢照顧細路，一家人平平安安。可是佢走咗之後，自己又夠錢養活自己，養大個仔，亦一日一日變咗，除咗喺屋企好少真心笑，好少真正放鬆。張秀忍唔住望住葉子，佢都係咁樣話。雖然孫偉仲喺度，但差啲搞到培訓中先執笠嗰陣，佢先明白呢個男人靠唔住，所以葉子只可以逼自己變得堅強，又有自己嘅事業，又養大自己啲細路。可是一直守護住嘅屋企突然就快散咗，佢心一定好痛好痛。那一刻張少更加堅定自己嘅諗法，佢唔可以俾葉子傷心啊！個屋企係葉子嘅，係3個細路嘅，佢唔容許呢個家就咁冇咗佢。冷冷測望住小玲話：你唔使講啦，啲孫偉係我個仔，但葉子係我新抱，等佢哋離咗婚，葉子就我個女，二陳山松眉，更加係我嘅孫仔孫女。佢又望咗孫偉一眼話：我點樣養大你，你自己先知道明。我哋孤兒寡母都捱過好多苦，而家你竟然變成咁，為咗呢個女人又離婚。孫偉，如果你真係有離婚，咁你就走啦。我頭先講嘅全部都係真，你想過自己嘅好日子，我唔會阻你。你就落嘅孽，我嚟替你還。孫偉突然企起身話：媽，你唔好咁講，我知道自己錯咗，我對唔住葉子，但而家已經搞成咁，你教我點算？媽，小玲先得24歲，冇學歷，又冇一技之長，如果我都唔理佢，佢靠乜生活？佢肚入面個細路就快夠3個月，嗰個都係我嘅故由，我捨唔得。講到呢度，佢都喊咗出嚟，眼淚又掩住雙眼嘅手指罅流落嚟。葉子望到佢咁，先月面一陣刺痛。嗰個夜晚會買奶茶俾佢嘅蘭仔，已經徹底喺佢生命月面消失咗。佢唔想再見到佢，於是話：媽，我去睇下啲細路。
唔好有闖禍。講呢句說話嗰陣呢，佢聲音有啲哽咽，眼眶充滿淚水。佢唔想喺佢面前喊，更加唔想俾小玲見到佢。快步行去細路房，輕輕拉開道門，3個細路企喺門口，抬高頭望住佢。葉子即刻抹咗眼淚，笑住話：你哋點解喺度呀？依雲拉住佢隻手，叫佢踎低幫佢抹眼淚，話：媽媽唔好喊，我同哥哥會乖乖。葉子終於忍唔住，攬住啲細路喊咗出嚟。佢唔想嚇親佢哋，所以喊得好壓抑，眼淚不停流，但一聲都冇出云云。咔一聲喊咗一層同一封都跟住喊，一時間成間屋都係喊聲。葉子摸住眼淚笑住話：好啦，唔好喊，我哋處婆婆冇企。佢帶住啲細路洗面換好衫，就係帶佢哋出門，見到佢哋仲喺度，佢話：媽，我帶啲細路返屋企睇下，聽晚返嚟。張素點頭話：好，你哋去啦，我呢2日整理一下，星期一我哋去辦過戶手續。葉子你放心，我頭先答應你同啲細路嘅，一定會做到，我都唔想再拖，我哋盡快辦好過戶。葉子有啲感動話：我知道啦，媽，多謝你。葉子同啲細路走咗，張素覺得好攰，佢話：孫偉，自然你一心一意有離婚，我都做唔到。咁你而家帶住個女人走啦，以後唔好再返嚟喎。孫偉唔想事情變成咁，佢覺得屋企啲樓全部都應該係自己嘅，憑咩又俾葉子媽媽？真係太過分。不過見到媽媽態度咁堅決，佢唔敢再講，只係心諗等個細路出事之後，媽媽一定會改變主意。孫偉拉住小玲企起身話：媽，咁我走，先過一排我再返嚟睇你。孫偉走咗，葉子都帶住啲細路走咗，屋企一下子變得空蕩蕩。張秀嘆咗一口氣，慢慢返自己房。佢唔想瞓，只係坐喺窗前諗住今日發生嘅一切。本來好好地一個家就咁冇咗個仔，犯咗錯，我唔可以由得佢令新抱同幾個小朋友受委屈。吳秀望住窗外，心入面一陣難受。佢諗起自己嘅經歷，知道一個女人帶住個細路有幾辛苦。柳孫出意外嗰陣，我先得30歲，孫偉先得2歲。柳孫當時係廠月面嘅工程師，口數領導次中。嗰日佢去車間嗰陣發生意外，一粒由樓上跌落嚟嘅大螺絲直接砸穿安全帽，佢個頭受咗重傷，仲跌咗落地。等人發現再送去醫院已經救唔切，人就咁走咗。我點都唔肯相信呢件事，抱住個仔喺醫院走廊行，完全唔知以後點算。後來我先知道，原來係因為安全帽質量唔合格，如果唔係絕對唔會搞成咁。我當時幾乎癲咗，去廠領導想幫老孫討返個公道。領導同我講，老孫係廠入面嘅工程師，亦都係重點培養嘅生產副總人選。佢走咗，我哋都好難過。不過小吳廠入面仲有400幾個工人，大家都有開飯。如果件事鬧大，工廠就有停產整頓啦，班工人可能連人工都冇。你明唔明？小吳，我明白你嘅心情，我亦都代表全廠工人朝你俾大家一條生路。我抱住個仔喊到撕心裂肺，唔知應該點樣揀。我想幫老孫討公道，但又唔想咁多人受影響。領導又話：小吳老孫走咗，你同個仔冇依靠，你放心，我哋唔會唔理你。聽日你就返廠返工，安排你去工會崗位，方便你照顧個仔。廠入面仲有自建宿舍，你睇下，成有2套大單位，定係1套大單位加2套細單位？你同個仔住一套，另外2套租出去，都想多一份收入。我其實乜都唔識，身邊又冇人可以商量。老孫父母嗰陣已經唔喺度，
我又唔敢同自己阿媽講，驚佢會問我有間屋。最後我聽咗領導建議，有咗3套單位，一套130幾平方米，另外2套80平方米。搬入新屋之後，我喊咗好耐，覺得呢啲都係老孫用條命換返嚟嘅錢，但我冇辦法。如果唔接受呢啲安排，我又可以點呢？除咗呢啲，我仲攞到5萬元賠償。我用筆錢喺市中心買咗一個果位，同2套單位一樣租咗出去。我帶住個仔，生活雖然有呢啲收入，經濟唔算困難，但身邊冇男人又冇親人，我情義俾人騷擾，夜晚根本唔敢出街，半夜情義有人敲門，我嚇到企喺門後唔敢出聲，等到門外冇晒聲，先至雙腳發軟，坐喺地下放聲痛哭。後來工廠倒閉，嗰個屋苑越嚟越亂，我迫於無奈，身上成日帶咗一把小刀。踩租我啲屋嘅都係以前廠裏面嘅工人，如果唔係我都驚收唔到租。我攞晒全部積蓄喺市區買咗間屋，帶個仔搬咗過去，3套單位全部租咗出去。過咗幾年步行街解戰，我買嗰個檔位有拆遷，我真係開心到不得了。最後仲喺原址換返一個更大嘅到位廠入面，原本嗰個屋苑後來都拆遷，我分到6套單位，每個月收租都足夠，過得好好，個仔亦都讀到大學。我覺得自己總算對得住老孫。後來個仔帶葉子返嚟，見到佢溫柔之中又帶住一份堅強同灑脫，我真係好鍾意佢。葉子屋企條件唔錯，佢係家中獨生女，不過父母身體一直唔太好，佢本來可以去外地讀更好嘅大學，但為咗方便照顧父母，所以揀咗省城讀書。我覺得葉子真係一個好女仔。孫偉，按道理由細冇爸爸，一路提心吊膽咁長大，點知2個人咁多年感情，最後都係走到離婚呢一步。唉，我長長嘆咗一口氣，心入面更加鬱悶。佢哋咁多年感情，仲有3個咁可愛嘅小朋友，孫偉點解會做得出呢啲事？葉子懷孕之後，日日都仲喺培訓中心忙。嗰間培訓中心係佢同孫偉一齊創辦，不過一直都係葉子負責打理。後來產檢先發現，原來佢懷咗3胞胎，2家人都開心到不得了。3胞胎固然係喜事，但對葉子身體負擔亦都好大。懷孕6個月嗰陣，佢已經連自己對腳尖都睇唔到，冇辦法嗰陣，唯有交俾孫偉管理培訓中啦。到7個幾月，佢只能夠返屋企休息。本嚟打算親家母同我一齊照顧佢坐月，但親家母又病咗，葉子先至教小玲過嚟屋企同我一齊照顧佢同幾個小朋友。小玲係葉子表姨個女，中學畢業之後就唔想再讀書，喺佢屋企嗰邊一間酒樓做侍應。有一次唔小心將湯淋到客人身上，雖然係俾人撞多，但最後都俾人扣咗人工，終辭埋職。小玲返到屋企日日喊，後來葉子知道咗，啱啱又想請保姆，就叫小玲過嚟，仲出人工俾佢，算係幫佢一把。小玲嚟到屋企之後，葉子對佢特別好，成日買衫俾佢，又帶佢行街，教佢多啲出去見識下。等到幾個小朋友3個月大嗰陣，培訓中心出咗事，孫偉低住頭，口頹廢葉子冇辦法，只好重新返工。佢帶住我小玲同3個小朋友返辦公室，一邊辦公一邊照顧小朋友。小玲好醒目嗰陣，真係幫咗葉子好多，令佢輕鬆唔少。等到幾個小朋友1歲半，葉子仲幫小玲報讀技工學校，學費都係葉子出，教佢好好學一門手藝，將來份好工。點知最後小玲證人同孫偉一齊咗呢件事，彼此孫偉出軌，
其他女人更加令人難受。真係現代版農夫與蛇。吳少覺得個仔實在太混蛋，但就算最後刮咗佢一巴掌，佢都冇回頭。我亦都冇更好嘅辦法。孫偉好憤怒，冇幾耐兩個人就離婚。我將自己住嗰層樓同培訓中心個國位都過戶俾葉子，3個寶貝亦都一人一套單位。我每二下午都會揸車去接幾個小朋友，再去培訓中心等葉子收工，一家人一齊返屋企。我好中意呢種生活，就當自己多咗個女，仲有3個乖巧可愛嘅寶寶。至於個仔就由得佢過自己嘅日子啦。有人話吳少做得啱，將個仔趕出去同新抱同幾個小朋友一齊生學，一定會幸福，家庭和睦。就算日子幾艱難，始終都有田為一家人齊齊整整。就算生活再難，都總可以恩先永遠唔好忘記。守住一個家庭嘅和氣，就係守住往後人生嘅福氣。我做得啱，各位又覺得呢？好啦，今日就分享到呢度，多謝各位收睇。希望今日分享嘅內容可以令各位有所感觸。為訂閱本頻道嘅朋友，記得訂閱本頻道，咁我就可以每日陪伴各位一齊成長，一齊幸福，一齊慢慢變老。我哋下次再見。